各看农业部今仔表扬全国模范渔民，上少年的是今年刚若35岁刘碧君哦，伊有真悬的学历，利用低密度有性养殖，外销市场是做了真好。年岁上大的是今年70岁海女李美金，伊讲哦，一日无闯入去海里，就脚酸遐疼，也毋过伊是真怨叹讲，愈来愈掠无米咯。 养殖伫海里啊大又搁水，天气烧热，引用 LNG 冷排水和温度搁较拄好。这是高雄永安的水产公司厂区，厂长是35岁养殖硕士刘碧君。这寡鱼成功摕到产销履历认证，要出口去日本。刘碧君讲，要提高产量，就要疼小鱼啊。伊采用低密度的放养方式。 就是一种生物友善吧，哎呀，你要让它在舒服的环境，它当然就比较不会生病啊，比较不需要药物控制啊，产量其实也是高啊。刘碧君是今年模范渔民内底上少年的，作为得奖的，还有伫邦寮市石斑的田瑞良。当年中国一个命令宣布禁止台湾石斑，产业受到大冲击。伊自然的成立初级加工厂，把石斑鱼变做精美的啊，为地方创造就业机会。 咱拢忙了后，富人阮也会当去做一个就业工作机会，也可以吸引一些年轻人回来我们增开。这届上侪模范渔民是平湖70岁海女李美金，海女的工课真辛苦，伊说是已经做要一架子。伊讲伊就是上爱大海。我前年有收，休风台尔。啊，你若讲无落海，敢会规身躯无爽快？对，足无爽快。虽然时阵的大海，李美金回想讲，迄时的资源是用袂完、采袂尽，即马海产却愈少，粪扫愈多，所以招人做伙来拼大海，赶人捡海菜，热人拍小卷，伊甲传统的智慧传予后一代，嘛继续温柔地守护伊热爱这片大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